好多人都覺得牙線只係一件好麻煩嘅小事，刷牙已經夠煩，仲要用牙線，太麻煩啦。而且好多人第一句就係我日日都有刷牙，我應該夠乾淨，又或者我冇蛀牙，應該冇問題。甚至有人會話我一用牙線就流血，所以我唔敢再用，應該唔適合我。於是牙線永遠都係買咗放喺浴室幾個月都唔喐，變成一種我知道應該要用，但永遠唔會開始嘅東西。尤其男人好多時更加明顯，爸爸、老公永遠一句刷牙咪得咯，牙線咁麻煩，有咩必要？但其實最可怕嘅地方，往往就係呢句有咩必要？因為你以為牙線只係關於牙齒，只係關於食物卡住、口氣問題、牙肉流血、牙石、牙周病，但其實佢可能關係到嘅遠遠唔止個口，甚至可能同你嘅記憶力、大腦、阿茲海默症都有關。係，你冇聽錯，好多人以為失智症、老人痴呆、阿茲海默症一定係年紀大、遺傳、命運問題，同牙齒有咩關係？但近年越來越多研究發現，口腔健康，尤其係牙周健康，可能比你想象中重要得多。而關鍵就係慢性發炎。你以為牙肉流血只係小事，刷牙大力咗上火熱氣忍下就過，但其實牙肉流血好多時唔係正常，而係身體喺提醒你發炎咗。尤其當你唔用牙線，牙刷永遠刷唔到，牙齒中間食物殘留、牙菌斑、細菌就會慢慢積喺裏面，一日、2日、1個月、1年，然後開始牙肉腫、牙肉紅、刷牙流血、口氣重，再之後變成牙周病。而牙周病最可怕嘅地方唔係痛，而係佢唔止留喺個口，細菌、毒素、慢性發炎可以一路影響全身，進入血液，影響心血管、血壓、糖尿病、中風風險，甚至大腦。呢個先係好多人完全忽略。尤其有一種牙周病細菌，近年成日被研究提起 Porphyromonas gingivalis， 簡單講就係一種好常見嘅牙周病壞菌。研究人員甚至喺阿茲海默症患者嘅腦部組織嚟發現過相關細菌痕跡同佢釋放嘅毒素，即係話個口同個腦可能比你想象中更有關係。先講清楚，唔係話你唔用牙線就一定會老人痴呆，絕對唔係。阿茲海默症非常複雜，包括年紀、遺傳、睡眠、高血壓、糖尿病、運動、生活習慣、慢性發炎，全部都有關。唔係一條牙線可以決定一切。但問題係口腔健康係你可以改變嘅其中一部分，而且係最容易被忽略嗰一部分。而研究亦發現，有規律使用牙線嘅人喺預測阿茲海默症風險上表現更好。尤其長者如果有定期牙線習慣，加上定期睇牙醫，風險表現更理想。呢個就係真正值得重視嘅地方，唔係因為牙線神奇，而係你一直喺減少壞細菌、減少慢性發炎、減少身體長期承受嗰種無聲壓力。而健康最可怕嘅，往往都唔係大病突然出現，而係日日少少、一年一年慢慢累積，就好似脂肪肝、打鼻鼾、睡眠窒息、高血壓，全部都係真正危險嘅，唔係突然，而係太安靜、處太普通、太常咧，理所當然。再講一樣，好多人最常講，我一用牙線就流血，所以我唔適合。其實好多時啱啱相反，流血往往唔係叫你停，而係你應該早啲開始，因為正常健康牙肉唔應該成日流血。如果一碰就流，好多時代表發炎已經存在，只係你平時冇發現。你而家用牙線，只係終於碰到嗰個問題，唔係牙線害你，而係問題本身一直都喺度。所以最危險嘅唔係流血，而係你因為流血永遠停止，然後讓發炎繼續住喺你口入面。再講最常見一句，我刷牙好認真，應該夠啦。其實
牙刷再認真，都好難真正清到牙縫深處，尤其後排大牙最容易卡食物，最容易積牙菌斑，最容易發炎，而你平時根本睇唔到，所以好多人外表牙齒好似正常，一去洗牙，醫生一句你牙周開始有問題，成個人呆咗，第一句通常都係我明明日日刷牙，答案就係刷牙唔等於完整清潔，牙線唔係加分題，而係基本題。再講爸爸媽媽，好多長輩真係好抗拒牙線，覺得以前都冇人用，我幾十年都係咁，有咩問題？但以前唔代表而家，以前冇咁多糖嘅甜飲、加工食品，久坐生活、壓力、慢性病，而家你身體承受嘅根本唔一樣，所以唔好再用以前去安慰。而家真正保護健康唔係靠運氣，而係願唔願意早一步改變。再講小朋友，好多家長好重視刷牙、防蛀牙，但其實如果由細開始就建立牙線習慣，意義更大，因為口腔健康唔係60歲先開始，而係你細個日日點做，你今日建立嘅習慣，20年後身體一定記得。再講一樣，好多人完全忽略口臭，有啲人成日口氣重，第一時間就去買漱口水，買最辣嗰隻、最刺激嗰隻，但其實好多時真正問題就係牙縫、食物殘留、牙菌斑、牙周發炎。你只係用漱口水，好多時只係幫個問題，噴香水唔係解決，就好似香港腳噴香水。脂肪肝飲排毒茶，問題仲喺度，只係味道變咗。真正要處理嘅係源頭，而唔係表面。再講一樣，好多人會覺得用牙籤咪得咯，其實牙籤同牙線完全唔一樣。牙籤更多係卡咗大塊食物先處理，但牙線係清走牙菌斑同細菌膜，即係你睇唔到，但係最危險嗰層。所以牙籤唔係替代品。再講最重要一句，牙線唔係為咗牙齒好睇，而係為咗減少慢性發炎。而慢性發炎從來都唔止係口，而係全身，包括你個腦、你記憶力，你未來老咗之後會唔會更辛苦？所以今晚開始，你可以做幾件事。第一，唔好再等，又痛又腫有牙周病先開始，因為問題好多時早就開始。第二，如果一用牙線就流血，唔好第一時間放棄，反而要更留意。第三，刷牙之外加返牙線，每日一次已經好重要。第四，唔好只靠漱口水，真正清潔唔係靠味道。第五，定期洗牙，定期睇牙醫，尤其如果本身糖尿病、高血壓、心血管風險，家族有失智症，更加值得重視。第六，如果屋企有長輩，更加要提醒，因為好多時保護記憶力唔係靠補腦產品，而係由最基本嘅牙肉開始。如果你睇到呢度，開始覺得等等，我真係從來唔用牙線，又或者你第一時間已經諗起一個人，可能係你爸爸牙肉成日流血，但永遠話小事；可能係你老公永遠話刷牙咪得咯；可能係你媽媽成日口氣重，但係只係不停用漱口水；又或者可能係你自己健康最大嘅問題，從來唔係不知道，而係知道得太遲。你以為牙線只係清牙，其實你可能一直都喺保護緊你未來嘅記憶力。最可怕嘅唔係突然失去健康，而係你一直以為小事一定唔重要，所以保護家人唔係等記憶開始退化之後，而係由今晚刷牙之後開始，多條牙線，少一點僥倖，多一次習慣，少一點後悔。因為真正高級嘅健康，從來唔係等生病之後再補救，而係你肯唔肯早一步開始。